頭先雖然只係一段設計嘅模擬犯案經過，但係觀眾可以清楚睇到，只要一個唔留神，賊人就可以趁機偷拍到你嘅鎖匙，然後將拍落嚟嘅鎖匙照片送到呢個名為 Keys Duplicator 嘅網站配時。幾日之後，呢條複製匙就可以大模斯樣咁樣送到去賊人嘅手上啦。本台就只派出記者測試網上配時究竟有幾容易。記者先將佢辦公室嘅鎖匙用手機拍落正反兩面，喺電腦上 Keys Duplicator 嘅網站，依照網站上嘅簡易指示上載兩張鎖匙嘅照片，再填上電郵地址，最後就交出6蚊嘅費用。咁我而家就同大家嚟到我哋節目嘅辦公室，因為今日我哋終於收到呢條鎖匙，鎖匙就喺呢個白色小信封入面。而家我就要將佢打開，睇下呢條鎖匙係咪真係入到我哋嘅辦公室。一次過試都唔使試，我哋就入到嚟啦。其實用照片配時並非稀奇事，佢嘅原理同量鎖匙一樣。根據照片上鎖匙嘅齒輪長度同埋形狀，利用電腦作分析，就能夠配出一條理論上係一模一樣嘅鎖匙啦。Keys Duplicator 表示，佢哋目前只限配門匙、車匙同埋較複雜嘅鎖匙，好似保險箱嘅鎖匙等就唔會配啦。但係顯然大家對呢項突破性嘅服務仍然存疑，點解呢間公司仍然選擇做呢種生意呢？ Keys Duplicator 就咁樣解釋，佢哋認為鎖匙如果冇好好保管，同樣可以被人用泥膠、印帽甚至係更多其他嘅辦法複製。網上配時會否引起安全問題，其實係在於大家應該對隨身物品小心保管。或者大家會覺得自己又唔係總統，做平民百姓怕乜嘢被人哋用手機拍低鎖匙嘅相呢？更何況賊人拍低咗鎖匙，又唔知你住喺邊，邊有賊會咁蠢喎？但係你有冇諗過，要去你屋企嘅人可能係你嘅熟人，譬如話係你嘅前度男女朋友，又或者係同你有一面之緣食過一餐飯嘅人，而佢哋嘅目的係你屋企嘅錢財，或者係你同你嘅屋企人。我覺得可能性比較低吧，因為這樣他們會很麻煩，才能去就是找到我車，找到我住哪裡。然後我覺得一般就是小偷都會喜歡速戰速決，就不會喜歡這樣夜長夢多這樣子。可能觀眾仍然覺得賊人點樣能夠明目張膽咁樣拍下鎖匙呢？咁樣諗就大錯特錯啦。本台攝影師嘗試喺街外遠距離拍下民眾嘅鎖匙，發現多數人往往將鎖匙隨處放或者隨便掛喺身上面，要得到實在係話都冇咁易。我不知道這種新科技，不知道就是會別人用這麼簡單手機拍到鑰匙就可以去拿去 copy 這鑰匙的這個東西的。在知道有這個科技以後，會不會覺得有些擔心啊？對，我會的，以後不會把鑰匙掛到這個褲腰帶上面了。我覺得這樣子真的是不好，會有認識的人可能就是會拿去害你啊，或者是偷東西之類的。有配時嘅師傅就對呢種新科技表示唔贊成。傳統配時其實有幾重保安嘅關卡。喺洛杉磯做配時嘅 Andrea 解釋，客人入到嚟鋪頭，配時師傅首先要知道你就係鎖匙嘅主人。遇到寫上不准複製嘅鎖匙，佢哋有權唔幫客人配。Keys say do not duplicate on them. We don't duplicate them unless they have written authorization that bring it in here, saying that they give a person authorization to duplicate the keys because of security reasons also. People come in with pictures of the keys and want us to make a key that way, and I don't think it's very accurate, and it's a security thing that you wouldn't want to, do that, because if anybody got a picture of your key, they can take it anywhere and duplicate it, and it's a security breach. 既然傳統嘅鎖匙有保安漏洞又有配時嘅限制，觀眾會唔會考慮為你屋企嘅大門安裝以按密碼、按指紋等方式開門嘅電子鎖呢？其實近年電子鎖喺市面上大力推廣，尤其喺亞洲國家，好似日本同埋韓國等已經好普遍。呢一類型嘅產品當中，以 Kwikset 嘅公司 Keeful 嘅電子鎖較為有趣。因為 Keeful 嘅原創人曾亮相 ABC 電視台嘅 Shark Tank 節目，想贏取投資者注資入股，結果佢哋仲係同門鎖王 Kwikset 合作推出電子鎖。Keeful 最大嘅功能就係無需鎖匙，只要有智能手機喺身，碰一碰鎖面，門就會自動開關。使用者可以喺遠處傳送開關短信俾屋企人同埋朋友，等佢哋可以先入屋等你返嚟。呢項突破性嘅科技，
將可以令到有齒輪嘅鎖匙成為歷史文物啦。